台南北门的红葱头讲是红宝石，当地特别举办着红葱头的活动，有农产品的展售，有美食小食面，更有限时加红葱头的比赛。透过活动，展现北门优质的产业。 即马当时红葱头的产区，北门区公所为了推广在地的红宝石，举办红葱头文化活动，安排坐美满丰富体验，互现场的气氛热闹滚滚。互咱三条湾的红葱头，甲其他的产区来讲吼，有较特别的风味。咱七股甲北门是咱全台湾省吼红葱头主要的产区。 今年第一摆举办限时3分钟加红葱头涨比赛，参赛者伫咧限定时间内加偌济，就当走偌济转去，相真侪民众热情参加。会场冇安排食农教育体验，含摆摊推销农特产。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会当行销咱北门的红葱头，嘛会当是说行销咱的沙巴鱼。 今年红葱头活动的内容丰富多元，能互真侪人看到北门在地的特色，嘛进一步促进地方的农业发展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